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斌。咱看到7月7日，台湾和非洲国家索马里兰来互相设立咱讲官方代表处了吼。即阵佫传出着讲，即个非洲国家当咧思考讲，甲台湾有正式要建立邦交了吼。台湾敢真正有新的邦交国啊吼。啊，听讲即个索马里兰的总统哦，比起甚至指示伊的即个核心的即个幕僚讲吼，研究即个美国哪只通过即个 Taipei Act 啦，利用即个法律来做基础吼，建立即个加强台索关系即个方案吼。所以咱看到吼，伫咧7月7日的时阵，咱有看到吼，所罗门即个外长或者是即个吴阿新啊吼，甲咱的即个外交部长吼吴钊燮吼，做伙来去签着咱讲双边即个互相设立代表处即个部分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即个上重要即个依据是啥物？就是咱讲的即个 Taipei Act 啦吼。Taipei Act 是啥物咧？就是讲吼，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另外咧就是讲加强吼，即个创业即个法案吼，英语叫做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啦吼。正做是咱讲，索马利亚总统比起伊思考加强对台湾关系真重要即个经济啦吼。啊，听到咱有可能建交啊，中共即阵就开始紧张啊吼。中共是安怎咧？甚至佫派出即个大使要来主动吼，有300遮尔济，因可能派到即个大使啦吼，伫遮要来开始做一寡即个主动。但是咱嘛看到讲，索马利亚即个总统其实吼，咱就看到讲，甲拒绝3届吼，咱真正看到真正是讲啊，要甲伊主动伫咧门卡口外。咱慢慢看到讲，即个索马利兰吼，其实就伫咧即个欧洲甲即个印度洋真重要即个位置啦吼。亲像讲，伊才有即个运河共款，也佫有即个情报交流啦吼，甚至拢伫咧东非有真重要即个感情的即个点。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讨论。先来邀请节目顶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定辉。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咱要邀请到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晚安。是啦，咱讲到这回吼，台湾会当甲索马里兰第一步已经是成立这个代表处啊，但是讲建交为虾米这个外交部讲甲遮尔暧昧啦吼？今日咱看到这个风声走出来了后，外交部其实吼真正是被动来回应，是安怎就或者被动来回应？咱先做来听。非洲国家索马里兰伫进前派代表驻台，甲台湾发展长期关系了后，当地索马里兰技术部阁指出，索马里兰总统比西已经指示，要斟酌研究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台北法案，作为承认台湾甲建立双边外交关系的准备。对这款消息，外交部表示无回应。那索马利亚纪事报其实它是引述一个不明的这个消息的人士哦，那对于消息人士据指出据相关的这个传闻，所以对这个报道本身我们没有回应啊，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啊。目前我们跟索马利兰的不管是外交部门或是其他部门相互互设代表处的事情呢，目前我们规划大概8、9月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完成这样子一个设处哦。索马里兰甲台湾已经发展关系一段时间，台湾政府高层2019年捌派代表团到当地造访，台湾医疗团体陆德辉嘛伫今年年初去遐义诊，各关对抗武汉肺炎的医疗补给品。所国的副总统阁因为安尼伫 Twitter 顶头感谢台湾，而且标注蔡英文总统甲咱台湾的外交部。在蔡总统领导下，做好我们做世界一员。我们做好贡献，同时希望多交朋友。索马里兰伫咧非洲东北角，原本是索马利亚北部的领土，1991年宣布独立。领土面积是台湾的3.8倍，毋过因为索马里兰甲索马利亚也是有领土甲主权的争议，到今也未得到大多数国家甲国际组织正式承认。学者分析，索马里兰并无甲中国也是其他国家有邦交，嘛无加入联合国。甲中国无利益冲突，所以甲台湾发展关系的消息传出来了后，毋免烦恼有逼出来耍失败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跟吉布地很接近，所以大陆既然在吉布地有这个基地的话，可能会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战略的考量会阻挠我们。因为中国这几10年一直咧扩大伫非洲经济版图的影响力，透过中非合作论坛甲一带一路提倡，提供非洲国家援助，营造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的景象。
台湾甲索马利兰发展关系，学者认为无法度避免，一定会受到中国的主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到吼，台索这两国若要建立邦交吼，一定会受到这个中国的影响啦。但是咱讲7月初才开始讲要设立咱讲这个办事处，还是讲代表处。但是即阵为什么外交部伫咧建交上可能较保守一线？咱先请教授。好，多谢。我感觉吼，这个有几点向大家报告。第一就是外交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是。国际上不管是大国、小国。其实足侪所在拢是平等。咱袂当讲看人袂起，讲你这个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啦，可能伊经济嘛无遐尔好，所以讲咱就看袂起。感觉讲伊的信任也是甲伊发展关系对台湾无重要，甲大家报告千万唔当安尼想啦因为伫国际组织。国际的所在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拢会当互台湾发声。这个愈侪国家得到台湾发声这个对台湾的不管是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对抗中国，这是非常的重要。是。但是咧，咱外交部为什么较保守？第一就是中国即马对台湾外交的这种封杀是非常的严重啦。中共封杀啦对，中国这个是非常的可怕常常有些已经讲好的代志结果互中国中间甲伊破坏。这个所以咱即马外交部较保守我个人感觉是会当谅解。第二是因为索马利兰伊是一个国家，但是伊即马也未加入联合国，所以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也无甲你外交信任，所以伊可能尾还是希望会当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就变做国际上一个正式的国家，所有的国家拢会甲你来信任。对伊来讲是非常重要，特别是伊即马甲伊本来的这个邻国就是索马利亚有冲突，但是伊会当加入联合国就变做真正正港的独立成功啊。所以加入联合国对伊来讲是足重要，但是加入联合国即马中国因为伊伫联合国的地位所以需要中国的这个推荐啦。这是一个足现实的代志。所以讲，伊即马加咱台湾这个设的代表处咱也是要注意讲，这代表处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个伫外交上什么性质是非常的重要。第二是伊信任的是中华民国，还是信任的是台湾？因为足侪国家嘛伫台湾有代表处，但是伊外交的意义甲对台湾的政治的定位是无完全共款。所以咱就是对这个代志应该是拍拼去争取。但是咧，这假使讲无讲遐尔成功还是尾啊有变化，我感觉这个以台湾即马国际的环境来讲嘛无奇怪啦。有影啦但是咱讲到真正伫咧过去，咱咧防断邦交国的时阵这个美国出手来甲咱救啊Taipei Act 通过啦真正是互咱个友邦较优先，还是讲倡议者会当去做一寡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定义啦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是中共派这个大使，叫做啥？叫做勤俭啦这个勤是安尼写啦就是勤俭的俭啦勤俭大使，就是来到这个索马利兰遮。伊这个动作是啥物意思？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副秘书长啦中共安尼派去，真正开始伊这个外交动作，佫开始啊吗？伊基本上伫即个所在，伊应该是烦恼甲紧张啊OK。基本上因为伊边仔头拄仔学者已经讲啊，就是边仔就是伊的基布地即个基布地就是伊中国的军队的军事点设伫遮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其实足侪国家伫遮拢有军事点嘛因为主要是迄渔船有迄海产伫即个所在即个所在活动所以变做讲咧。保护家己国家的渔船是足重要的。咱台湾的渔船嘛，伫遐常常去迄海产去掠足侪只的做做海产的船再去去内头的组织，也是讲去美国的军舰去甲拍落来比如说讲伫即个所在，伊是伫咱看即个岛就足重要但即个岛基本上你看伫欧洲过来你过来经过苏伊士运河即个所在，你来了后就是到红海那红海要出来，要到亚丁湾，要到印度洋即个所在的时阵你等于看做讲即个所在基布地边仔就是咱
今仔日讨论的索马利兰。是。啊，这个吉布地既然有中国的军事点伫遐，如果今仔日台湾也伫遐，来有一个军事点，也是讲美国人，也是讲甲台湾合作，伫遐有一个军事点，啊，毋是中国会足紧张的。哦，所以你看讲，伊中国大赛是安怎遐会紧张吼，紧走去索马利兰去甲伊讲啊，吼，讲条件啦。我认为是讲是咧讲条件啦，吼。咧讲条件。嘿，咧讲条件，讲你会用甲台湾卖较好袂吼？啊，伫遮吼，我后摆会用互你偌济安尼啦吼。可能咧讲这条件啦吼。OK。啊，所以我咧讲想讲吼，即个所在索马利兰啊，即个所在是伫战略上还是讲伫即个渔业的部分吼，是足重要的所在吼。所以咱基本上吼，发展甲即个国家的关系其实嘛足重要的吼。OK。不只是外交的部分啦吼，佮甲咱渔船啊有一个休困的一个所在，还是讲补充的水啊，还是讲食的物件的所在吼，安尼是即个所在是足重要。是啦吼，有一出电影就是安尼演的吼，伫咧索马利亚吼，索马利亚这个所在就是咱讲的这个海盗吼，真这个清旺的这个所在吼，啊过去咱这渔船嘛伫遮来来去去啦吼，所以伫遮吼拢摕到抢到咱这个渔船，啊去做一寡这个海盗的这个生意啦吼。但是咱头拄讲到一个重点是啥咧？就是咱讲的这个吉布地啦吼 ，Republic of Djibouti 啦吼，这个所在为什么遐尼重要？就是讲解放军有伫遮哦，吼，这做到解放军一个真重要这个点。啊，尤其咧，咱讲索马利兰伫咧遮，伊是毋是就当着索马利亚甲这个吉布地？吼，拄好是索马利亚是甲像真好。就是甲中共真好啦吼，所以这个战略意义是有伊的这个部分伫的，所以咱讲哦，中共是安怎爱派大使去遐，都是有伊的意义啦吼。咱嘛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索马利亚，也是讲索马利兰吼，其实有因的这个背景伫的。咱讲伫1991年啦吼，索马利亚内战的这个时阵啦吼，咱嘛看到讲索马利兰就伫遮要开始独立来宣布啊吼，迄当阵就成立着咱讲的这个共和国啦吼，首都伫倒这个哈尔格萨啦吼，另外因这个讲的这个语言有这个索马利亚。这个语言吼，就是传统的这个伊自这个国家分出来时阵，佫有啦吼，佫有阿拉伯这个语言，佫有英语啦吼。人口差不多390万吼，因信的这是伊斯兰教啦吼。另外咱讲的因的这个土地差不多是13.7万吼，差不多是台湾的3.6倍啦吼。但是因这个人均吼 GDP 敢若差不多358美金啦吼，差不多是台湾的1/1啦吼。所以咱头拄也讲到，索马利兰。伫咧1991年的时阵吼，迄当阵是开始着自这个共和国吼来宣布独立。因伫咧2001年的时阵，佫有一个公投啦吼，就是开始来制宪吼。另外，咱嘛要讲到索马利兰其实伫台湾甲美国这个关系吼，索马利兰其实有承认吼，这个台美咱头拄讲到 Taipei Act 是一种真好的这个法案，对着这个台索这个关系啦吼，真正美国。国会头顶有承认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这个研究员啦吼，安怎去看讲美国国会，还是讲美国政府对台索关系，其实是正面来去看待？咱会当看去7月7日，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以这个推特是伊安尼来讲啊，讲做欢喜台湾会当甲这东部的非洲 ，OK， 有来接触 ，OK， 佮讲台湾无论以这个医疗卫生、教育，还是这个技术的援助，台湾都会当扮演一个足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头先有讲到这个台北法案，伊这内底有讲，这个美国的国务卿，伊要定时来向这个美国国会是来报告，对于甲台湾。有合作国际空间的一寡国家，还是来限制台湾这个国际空间的国家，有完全无共款的对待。OK， 所以咱会这样来讲啊，台湾甲这个索马利兰，有这个讲到这个代表处的问题，这个是有美国足大伊后壁的支持。是，所以美国咱会当安尼来看。因为为着伊家己的战略的思考，头先当有讲到这吉布地，是，伊这吉布地有后美军的军事基地，伊一当互这个吉布地政府，差不多是中国一当互吉布地的3倍以上，3倍咧吼，3倍差不多7500万的美金嘛，但是咱会当知影这个中国。
不管以这个索马里亚还是这个吉布地，有足大的影响，吼。所以咱会当看见就是讲，中国的大赛，索马里亚的大赛，差不多为7月初就开始，吼，有动作，有几下届，去到这个索马里兰，吼，明仔载8月初5，搁有一个中国的代表团，要到这索马里兰，吼，来甲当地的政府，所以咱会当看见中国对着台湾，无论什么大条小条，所有的航路啊，都想要甲断起来啦吼，都要断开，所以咱会当看见这个是足重要，一个战略的地点。OK， 这地点的话，有这个美国的支持，有台湾的需要，阮也有这个索马里人，伊家己本身的考虑。有影啦吼，所以这个真复杂的这个关系，也是讲这个思考，爱伫这内底吼，尤其对外交上，也是讲国际关系头顶，爱来去做一寡任务吼。但是咱嘛要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咱讲索马里人为什么即阵因的这个思考方式会较保守，也是讲咱会较保守淡薄，袂当讲破，可能就咱讲华语讲的这个见光死啊吼。有当时就是讲吼，这个国际上有的这个国家伊打独立，头拄咱嘛讲到，伊2001年来去这个公投制宪，伊嘛经过3届这个总统大选吼。其实因买手嘛要先吼这个联合国来承认啦吼，联合国来承认其实有3种方式啦吼。咱来看到就是讲吼，伊毋是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就是咱看索马里兰共和国吼，无得到任何这个联合国成员的这个承认吼，差不多除了这个索马里兰这个部分吼，还佫有5个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毋是非联合国的这个成员，亲像咱中华民国台湾共款啦吼，伫咧部分联合国成员。有承认的差不多有7个啦吼，咱看到中华民国，佮有科索沃，佮有这个巴勒斯坦吼。另外咱看到讲，伊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成员，但是伊无吼这个部分这个联合国的成员无承认啦吼。亲像像咧，中华人民共和国，佮有这个韩国也好，佮有以色列啦吼，佮有这个塞浦路共和国啦吼。咱来看讲，这张图是代表什么意义？咱台湾吼，那是亲像即阵咱讲索马里人，甲咱中华民国，即阵是2种无共款这个有限性的这个国家啦吼。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咱会当安怎伫国际空间来去做一寡春秋无？这个吼，这张图做甲足好的吼，我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就是索马里兰吼，即嘛是。拄则独立无偌久啦，所以讲伊即马还未入联合国，我头拄仔有甲大家报告，但是还未其他联合国嘅成员还无承认，所以伊是一个即个上空的这个状况，即个但是把台湾甲科索沃吼，就是中华民国甲科索沃甲巴勒斯坦抗做伙吼，即个甲大家报告淡薄仔无共吼，因为科索沃甲巴勒斯坦伊即马虽然伊还未加入联合国，但是伊至少已经得到100个国家以上，甲伊有建交，甲伊有承认啦。你讲科索沃这个部分对，科索沃加巴勒斯坦。OK， 这个对中华民国来讲这是一个现实，就是咱即马差不多15个联合国嘅成员有承认啦。所以这个级数加科索沃加巴勒斯坦是无共啦。就是咱归伫这个项目内底，但是咱的趴数也比人较少啦。就是这是事实啦，大家拢去查啦。中华民国这个当然是咱继续拍拼啦。第三个所在就是联合国嘅成员，但是一部分的联合国嘅成员无承认亲像中国啦、韩国这讲实在中国无承认伊的就差不多就是承认台湾。就是咱的邦交国差不多15个啦，15个啦，所以对伊来讲影响无大啦。第二就是韩国，韩国嘛是无承认伊的差不多就是北韩啦。OK， 所以差不多。我印象之中差不多就是北韩无甲承认啦。其他国家我是无讲啥物国家，不管是非洲、欧洲还是亚洲，讲无承认伊啦。所以对伊来讲问题无严重啦。对以色列来讲当然是这个足侪这个阿拉比亚国家是无甲承认啦。所以这对伊来讲这个状况就甲中国甲韩国较无共。塞浦路斯这个是甲咱台湾较接近，就是这一部分就是因为伊本身有一个北塞浦路斯，伊伫伊个土地上有一个北塞浦路斯，北塞浦路斯是所以土耳其是无承认塞浦路斯的，这是对于伊来讲，这嘛无非常严重的代志。所以讲实在，讲到外交这部分虽然大家拢知影。
咱带台湾吼，咱其实全世界100外个国家是免签证啦。虽然即马是这个肺炎，大家无出国，但是咱的这个国际这个出去是足方便。但是这无代表讲咱的国际政治地位是甲其他国家拢共款。这还是需要咱继续的拍拼。所以咱要讲到迄当阵7月初讲到，互相有这个代表处，这代表处的这个战绩趴数是啥物，爱搁去考虑啦但是咱咧讲，这个索马里兰要甲咱台湾来做一寡这个互相的这个承认，尤其伫国际上这个地位拢可能无互认可啦但是有人讲是毋是来组一个咱讲无被认可的这个复仇者联盟啦教授你安怎看无？就是咱讲真正咱加甲这亲像无互认可的这个国家。咱做这个头人啦甲遮个规关拢关起来，甲这个 UN 做一个对抗。这个国际上其实差不多有10几个，就是这个咱伫国际政治叫做政治实体啦。OK， 政治实体就是伊本身对内要有主权 ，OK， 会当家己统治，无互其他国家来管。但是伫国际上毋是每一个国家拢承认伊是一个国家。这个普通咱叫这种叫做政治实体。OK， 政治实体伫国际上差不多，我记的印象伫中差不多10外个啦。有10外。所以以前嘛有人讲爱成立一个组织，就是联合国以外。但是台湾无互人邀请啦。台湾也是算国家吗？所以台湾到底是毋是国家？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会当讲台湾有国家的条件 ，OK， 但是台湾是毋是真正有讲，找一天宣布讲咱是以台湾为名称作为国家，这是一个这个有问题的代志。当然咱进程爱搁去一寡实现实践才有法度安尼讲啦。是，但是咱当然咱即马讲，咱是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为这个照即马政府的这正式的讲法嘛，是为1912年以来成立的中华民国，到即马已经100多年啊，是，所以咱的国际化的地位，但是即马就是因为咱是Republic of China 嘛，咱的国土内地有一个内部有一个 China， 所以讲伫国际上就面对中国的这个问题啦，这是这个我就是咱爱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当然，这个对咱本身的政治发展还是经济影响是有，但是无大。所以这个咱讲是政治实体，还是讲是国家啦其实咱台湾还佫有一段实践的这个空间爱佫去行啦，爱佫去拍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台湾要甲这个索马里兰来去互相做承认嘛好，也是讲真正的。若是一旦承认，若是讲一旦建交起哩，上欢乐，咱头拄讨论过，就是中共啦伊遮可能伊这个吉布地的这个所在，甲索马利亚，也是讲咱头拄讲到欧洲甲这个印度洋这个地方啦真正索马里兰就伫这个中方遮怎卡关卡伫遐啦所以即阵咱讲中共有甲这个索马利亚来去做一个红海这个顺益啦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副秘书长啦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义无？我是补充一下就是讲，咱伫国际法顶头有对于国家的承认、甲建交、甲加入国际组织是这3个物件是有一点无共款的，但是佫有一点共款的比如说讲，如果你若是毋是一个国家的判断就是依照1933年的迄个蒙地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啦。OK。伊内底有讲讲你若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对外交往的能力，迄个 capacity 伊强调迄个能力啦无可能剥夺你就是一个国家啦。OK， 即摆所以想要讲索马里兰即个大家已经看过，伊真正是一个国家。伊基本上伊派伊的外交部长到台湾来，也是讲咱去无需要索马利亚的外交部长出现啦。是比如讲伊家己的外交部长就用做这项代志，所以伊比如讲伊有即个。对外交往的能力，就对外交往的能力，这是无可能剥夺的所以伊会看做是一个国家，是，但是这个国家有可能承认也无可能承认迄个另外一个回事如果你若两个国家拢互相承认，这个互相承认，若建交就是互相承认，是，如果若无建交，你会用做片面的、单方面的
做承认吼，啊，所以这是无共款的。啊，承认有啥物效果吼？承认就是讲承认甲被承认，承认甲被承认的这两个国家内底吼，伊甲对方看作一个法人的地位啦，吼，不只是讲你是一个国家尔吼，你搁有伫我国家内底啊，搁有你个法律主体的一个概念吼，你会用取得你的财产权啊，你的诉讼权，你有啥物权利，就你拢有啦吼，你一个国家的权利拢有，好啊，这是相互承认啦，啊，那建交就有相互承认，啊，加入国际组织。加入联合国，迄就是搁另外一个回事啊！吼，你若人无一定讲有人加入了后，规个国家拢承认讲伊是一个国家嘛，无安尼讲的啊，是讲按照伊的组织章程来讲，啊，伊若需要是一个国家，啊，伊若符合伊迄个资格，啊，伊就会入去，啊，迄就是按照伊的国际组织的迄个入会程序啊，加入程序来处理啦。啊，即摆就是讲，即个索马利兰是安怎遐重要吼，就是讲，因为伊即个所在，除了在军事上的意涵之外吼，啊，搁来另外就是讲，因为头拄仔讲的就是伊伫欧洲甲亚洲中最重要的一个地带吼，即个苏伊士运河吼，以早足侪国家就是因为苏伊士运河封起来，啊，结果股票大跌吼，即个因为成本增加嘛吼，伊就叫做苏伊士运河危机嘛吼，啊，即摆即个索马利兰即个所在遐重要，对咱的国家遐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咱除了渔船伫遐了，如果咱今仔甲伊建交，建交了后，咱就有军事甲政治的关系，是，咱有政治甲军事关系，咱会用派武官去的 ，OK， 好，咱国防部会派武官去的，啊，国防部去的时阵，甲因讲，啊，迄边遐有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吼，伊会靠近首都迄边最重要的港口，伊基本上嘛用做这咱的远洋的补给基地，甚至讲了后摆咱的海军嘛用去遐做打击海盗的，是做法嘛伫遐做补给基地啊。如果若伫遐搁甲美国合作做一个雷达的设施，也是安怎监控中国的解放军的军事活动，是嘛是最重要的代志，最重要的所在嘛吼。所以是安尼讲，伊迄个所在，中国大使遐紧张吼，会经派人去讲吼，其实。不只是外交部分尔，还有军事甲政治的关系伫内底。有啊，所以咱头拄讲到中共甲即个索马利亚即阵要开始做一寡红海即个巡弋啦吼，就是开始有即个军事的即个联演吼。其实咱嘛要讲到吼，咱讲中国甲即个索马利亚吼，开始谴责咱台湾甲索马利兰来往啦吼，讲啥咧？讲这侵犯到即中国甲即个索马利亚主权甲领土的即个完整。咱头拄嘛讲到啦吼，因为过去索马利亚内战，所以索马利兰会当来去独立出来吼。但是即阵开始佫是迄句老话出来啊吼。咱嘛看着讲台湾吼，中华民国啦吼，过去咱已经有总统直选，嘛经过着3摆即个政党轮替啦吼。但是国际地位共款也是中共迄句话哦，国际上安怎普遍承认一中的这个原则啦吼，但是真正是这个国际上你就是甲阮答案嘛。另外就是讲吼，咱互伊当作是这个 PR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一国啦，是讲伊这个领土的部分吼，甲咱搭变作是一省啦吼，所以安尼真正哦。这个国际上是咱处处受咱的这个打压，咱嘛看到讲战略地位，咱伫咧亚太这个第一岛链啦吼。另外，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伫咧索马利兰这个部分啦吼，索马利兰是安怎咧？索马利兰共款吼，咱头拄有讲到，伫咧独立了后3摆已经总统大选吼，拢是7年选一届总统吼，所以自2003年、2010年，搁有2017年然后拢开始选总统，但是国际上也是普遍甲索马利兰吼视作是这个索马利亚这个一部分然后，所以伫咧这部分，咱真正继续去讨论这个部分，中共甲这个索马利兰这个动作啦吼，红海这个巡弋搁甲咱头讲的，拢是国家即句老话啦吼，就是因这个领土的一部分，即句话搁甲唱出来，伫咧国际上这是啥物意思？咱继续来请教咱的研究员。咱看见这个。台湾甲即个索马利兰吼，有足侪有共款的所在。OK， 吼，台湾有即个中国的压力，吼，即个索马利兰有即个索马利亚的压力，是，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伊即索马利兰，伊也拢讲甲台湾来建交，原来是足困难。会当互其他的国家来考虑，甲这索马利兰来建交，还是讲互这索马利兰会当入去这联合国，所以有足侪为中国来压力，
以及索马利亚比如讲这个中国甲这索马利亚，伊最近就是做伙来巡逻这个索马里人一寡这个海岸线，所以因为这中国伊这个所在，不管是吉布地、索马利亚，那就伊的地头共款啦，所以伊当用足济伊压力来对这个索马里人，互伊个定一届考虑，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台湾甲这索马里人，无论是代表处还是后届这个建交的可能性，这物件是咱台湾甲这个索马里人的代志。是，我相信美国原来会这个足济这个援助，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欧洲联盟，原来都有可能会当来对这个索马里人，来援助。那咱看起就是讲过去这20档啊，不管是这个索马利亚，还是这伊索比亚，还是吉布地，都无这个索马利人这样稳定啊。那咱看起讲，这个索马利人虽然讲伊3个重要的国家但是抑个有法度稳定来发展、来选举，所以台湾会当以这索马里人，我感觉会当扮演足济的角色，有这个其他的国家、重要的国家的支持，但是其他的国家并不是讲要甲这索马里人要来建交，但是伊希望这个索马里人会当甲台湾有这足特殊的关系，这特殊的关系，互台湾会当以这东部的非洲，有这个徛起这个所在。咱讲这个台索关系啦吼，来当扮演伫咧东非吼，真正稳定这个角度来看吼，真正台索这个办事处，也是讲代表处是第一步啦吼。建交虽然吼，即阵吼是 under table， 可能也咧豆豆咧进行，但是这真正袂使讲的秘密啦吼。但是咱嘛要看到讲吼，昨有一个动作，就是讲咱看到总统蔡英文伊宣布着什么，就是咱看到这个吼李大为啦吼，将这个海基会这个董事长啦吼，其实伊即马要来接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是要照当伊的外交经验吗？吼，即阵吼，这个海基会吼董事长这个会想要来接，咱先做伙来看。伫苏家庄，因为孙仔苏振清食钱风波无头路了后，蔡英文总统初三宣布，由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接任总统府秘书长。那若海基会当做的会，目前适合来接的人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就去互点名。我想总统会从各种方面做最好的安排。根据媒体报道，政党人士指出，蔡总统是较愿意非绿营背景，政党分量有够，而且了解两岸关系甲中国的人来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宋楚瑜有符合这个条件，嘛是两岸之间红蓝绿阵营拢有沟通管道的人物。我在这边非常明确的说，我没有讲过这个4个字，更谈不上我主张要用1国2制的香港模式来处理未来我们两岸的关系。不过学者认为讲，两岸目前是断线的状态，海基会董事长的变化，并不是两岸关系好歹的指标。具备这些要素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两岸领导人的决心。只有那个地方到位那么海基会董事长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吴介正认为讲，海基会现阶段的功能是处理事务性的工作，比如讲服务台商、绿保为主，所以董事长由什么人来接，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意涵。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吼，因为这个立委牵涉到这个收人乌西这个代志吼，互李大为会当做这个海基会董事长，即阵要来变做是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但是这对这个咱讲吼。小英这个安排是啥物啦吼？咱看到过去李大为就是真资深的这个外交官啦吼。咱看到伊是这个 Virginia 大学外交事务的这个博士，另外咧，伊就是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做秘书长另外嘛是做过这个外交部长啦吼。外交部长了后嘛看过伊进前是做过这个驻美国的这个代表啦吼，嘛驻过这个澳洲、欧盟也有加拿大这个大使啦吼。另外咱要看到讲其实真侪人对伊的这个评价嘛是袂歹的吼。就是讲即阵咱讲两岸已经断线伫咧遮，咱安怎来去徛起啦吼？所以即阵
哦，上来换这个海基会拢无差啦吼，所以甲这个海基会董事长，哦，上来要接，咱等下再来讨论。但是咱要来看讲李大为清楚吼，这个国际局势是啥物？进会当开始做一寡这个攻击啦吼，退会当来去做这个防守啦吼。所以咱要来请教教授，这个总统蔡英文这个拍的这个牌，是毋是都要拍这个国际杯这个牌咧？这当然爱问问总统较准啦吼，咱拢看报纸尔啦吼。但是我感觉第一是总统足信任李先生 ，OK， 哦，所以讲哦重要的职位吼，拢请伊来到三江，我想这信任是足重要。OK， 第二吼，虽然是伊是外交经验足丰富的，但是吼不管如何吼，总统府秘书长主要还是对内啦。对内啦吼，所以真正讲对外吼有国安会啦，有外交部啦吼，甚至于吼行政院长，因为伊是外交部长的头家嘛，啊这个顶管嘛，所以讲吼总统府秘书长实在对外交来讲吼，可能爱这个直接发挥的这个空间吼，唔是足大的啦。OK， 哦，但是我认为这就是单纯代表，就是第一是总统对李先生伊的信任。OK， 第二是代表讲咱即马第二任开始吼，总统第二任开始吼，伫这个政府重要的职位吼，唔是完全拢用民进党。OK， 哦，一部分吼可能嘛会这个开放互这个其他政党，包含国民党。哦，因为这个李先生伊毋捌加入过民进党嘛，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后壁嘅这个政治的这种的这个目的吼，这个政治的这个宣誓吼是较重要。因为即马吼这个不管如何吼，这社会上吼一部分人感觉讲，第一是民进党吼是执政党嘛是国会的多数吼，是毋是要变做讲一党的独裁啦？吼，第二是吼，即马民进党嘛有立法委员吼牵涉到即个司法的案件啦，所以讲我看总统的意思就是讲吼，伊咧政府是吼，就是看人的这种的才能啦。第二是伊信任吼，信任吼，伊是啥物政党吼？我感觉讲总统是爱互全台湾甲国际上表示讲吼，啥物政党。党籍唔是伊考虑的主要的因素啦。OK， 但是咱嘛听过吼，李大为安怎讲？头拄啊，这个教授的这个意思是讲吼，这个李大为过去吼，就是这个外交经验真丰富吼，但是总统府秘书长这个角色是对内吼，但是伊讲过哈，伊讲啥咧？这对于这个花卉这个政治比对台北较熟悉啦吼，所以咧，这个伫国安会秘书长这个任内吼，协助着总统推动台美关系这个进展哦，这个人拢甲学老啦吼，咱嘛看到讲啊，蔡总统真正会当去美国，过去也好，拢是真悬的这个台股啦吼，啊，咱嘛讲到啊，美台关系是过去40档来吼，还是讲今年是41年，真正看到是上兴的这个一档啦吼，但是咱要来继续请教咱这个副秘书长啦吼，啊，敢讲咱这个国际关系，敢来当伫台美关系做一寡哈，咱讲华语的琢磨吼，坑当安尼尔吗？当然，咱外交嘛无可能敢做美国尔吼。你看咱即马李前总统过身去了后，伫日本啊，即马迄个副总理啊，阿索泰罗，伊就家己找了来代表出来对啊，去致意啊。所以日本的关系啊，甲欧洲的关系，甚至讲非洲，头拄仔话讲，伊过去进前美国白宫。前国安会顾问 John Bolton，Bolton 嘛讲过啊，讲中国伫非洲，你做遐侪代志，啊美国后摆嘛要做非洲的代志，啊但是非洲美国敢遐侪时间通去做，啊只台湾就足重要的吼，可能台湾甲欧洲甲非洲，甚至讲南太平洋啊甲日本啊等等这些国家的关系，啊甲印度啦吼，即个印太战略这印度、东南亚这些国家，其实不止甲美国尔吼，台湾对于这些国家其实拢会用做。淡薄仔代志吼，其实嘛去做更较多的代志啊。啊，我对于戴维李大为接这秘书长吼，其实吼，我感觉是信任最重要的。而且就是讲吼，因为伊知影讲什么代志会用做，什么代志袂用做。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对一个政府的运作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刚刚讲一个，伊知影知所进退啊。伊到一个。position 到一个所在，伊就知影讲，伊应该是来做什么代志。进前伊海基会的时阵，海基会阮开过顾问会议嘛吼，伊嘛讲伊伫海基会要创啊，但是海基会有家己的功能嘛，吼啊，但是伊家己会用个加强家己
不足的所在，伊家己有咧讲啊，吼，因为伊两化的所在伊嘛无升嘛，吼。是。但是伊去做海基会董事长的时阵，伊开始就要了解讲中国的状况是安怎，有诶无诶。哦，啊，即摆伊该会去做秘书长，啊，当然伊可能知影讲什么所在伊会去做，什么所在袂去做。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代志。但是咱嘛来讲吼，伊进前咧做这个海基会董事长，有人都讲啥，这个两岸即阵是长线吼，向来接都无要紧吼，所以但是伊这伊自接的安尼75天。但是咱看到的这个部分，两岸关系真正是冷冰冰。我袂安尼看，因为咱海基会内底还佫足侪代志咧做，毋是讲伊讲的，遐公务人员毋是讲讲领薪水尔，伊还佫做足侪代志。是。台商啊，佫即摆最近这小明的代志，小明讲要转来还是安怎？这嘛拢海基会咧用的啊，啊佫足侪台商的一寡办一寡要来甲台商。因为即摆中国大陆的经济无好嘛，吼，啊要台商伫遐要来处理伊个钱的问题，还是讲伊个工地的问题，这其实海基会拢有咧斗相共。所以这个毋那是两岸关系啦吼，保障咱台商其实是海基会真重要，这个工会之一啦吼。所以咱讲伫咧两岸头顶，虽然真正是关系无好啦吼，但是这个李大为过去咱讲伊这一步的这经验嘛真济啦吼，伊安怎帮助咱讲的真正有报纸安尼写啦吼，就是讲伊用这张牌吼，就是要帮助伫外交上有较大的这个进展啦吼，你安怎看？咱会当看见这个过去40天啊，是吼，李大为吼，以这个外交的系统，所有重要的国家，无论是加拿大，是，这个欧洲联盟，比利时，吼，还是这美国，还是这澳洲，是，吼，伊都做过大使，咱看见伊捌做过国安会秘书长，是，即嘛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是，所以。以40天的经验，这是都难能可贵，足难得的。所以伊有法度无共款的总统对伊的信任。OK， 伊这个海基会其实咱就头一这个副秘书长所讲的，虽然讲即马无这个谈判，无签这协定，是，但是咱以中国有足侪的台商，咱以中国有这台商子女。的学校，所以伊这台商，伊每一档3节都爱来台湾，是，甲因的接触，知影因的问题，还是咱这个咱台商的主路上课的问题，教科书的问题，是，这种甲这个海基会有足大的关系，所以咱会当看见有一个像李大为，不但伊这外交，是。伊这两岸还是伊这个政府的内底，咱知影这总统府的秘书长，伊爱掌握台湾内部所发生足侪代志，是伊爱知影甲总统安那来这个直接的问题，安那来扮演总统甲台湾各界这桥梁的角色，是，所以有一个受到。蔡英文总统真信任李大为，我相信这是无缝接轨啊。OK， 无当啦吼，第一日就法度来接招，还是应接这挑战。是啦吼，这个挑战嘛是真正重，然后这个重担。李大为安怎接啦吼？咱未来吼继续来去观察啦吼。头拄咱讲的，虽然讲两岸断线啦吼，咱嘛咧讲到美中台这个关系啦吼，全球拢咧反中国啦吼，毋若干那美国。因为要选举啊，拍这个中国牌啦吼，反中牌啦吼，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个国家吼，咱看到是北京啦吼，有这个发文来去讨论，就讲吼台湾吼，甲这个东非国家吼，索马里兰来去做直接啦吼，真正有因的这个推文啦吼，来甲咱斗恭喜。另外吼，咱嘛要讲到这个软体这个部分啦吼，协助到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收集美国使用这个资讯啦吼，所以这个 TikTok 就是咱讲的这个抖音啦吼，伫咧9月10号进行谈判。大汉进程都来完成交易，然后无伊就直接来封杀啦吼。所以咱看，这美国是拍这张牌啦吼，但是这阵 Trump 要互伊时间讲吼，TikTok 是毋是会当甲买登去啦吼？其实咧查 TikTok 这个议题进程，咱嘛爱讲到过去头拄仔这个副秘书长有讲过吼，一个中印这个冲突的时阵，迄当阵印度嘛要封这个 TikTok 啦吼，现在 TikTok 会变做是这个全球拢讨厌这个咱讲的 App 咧，咱先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现在。TikTok 这阵吼，因为咱过去咧讲，伊当收集到真侪这种资料，
啊，这个资料传去倒位，就传等于中国啊吼，所以大家遮尔啊怨气啦吼，来先请教授来甲咱解说一下。这美国当然是感觉讲中国足侪的这种的 APP 吼，就是用的手机啊顶悬的这个软体吼是足侪问题啦。你用吼，你个人的资料啦，你的这个使用的关系吼，全部拢互中国知影吼，伊就你会当利用这种你的手机啊来这个变做来这个收集你的情报啦。但是我个人感觉有一件代志就是你看美国即马讲 TikTok 已经是违法啦，尾啊就袂当使用，假使讲 TikTok 袂互美国的公司合并伊就完全就是互美国就无可能都继续准许伊使用嘛。人嘛讲第二个可能就是 WeChat，但是咧，咱看咱台湾今仔日敢有讲禁止大家使用 TikTok。我看无嘛，我印象是无，我个人无用，所以我无关心嘛。但是我看咱政府亲像无这种的措施吼，无这种的政策嘛。WeChat 即马我看使用的人嘛非常之侪嘛，因为足侪人爱去中国做生意啊、来往啊、这个读册吼，伊其他是伫中国是袂当用嘛，所以足侪台湾人手机啊内部嘛有 WeChat 嘛吼。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吼。即马咱看美国嘛好，德国嘛好，澳洲嘛好，每一个国家对中国即种的这个资讯这种文化这种的这种侵略是愈来愈感觉讲危险，愈来愈感觉严重啦。但是伫咱台湾我看这个是大人这个赖拍开啦。基拢是这种中国来的影片啦，这种的这个什么早安、晚安这种图啦，是这种奇怪的这个消息，讲要食什么物件会当防这个什么病啦，这种就是讲咱台湾社会甲国际上这边颠倒是无共步啦，拢是对这种中国的文化啦、这个电视啦、电影啦，这种这个语言啦，无适防啦。我看这个颠倒是咱注意了外国安怎，袂当讲咱台湾是第一线威胁上严重，结果你颠倒是感觉上放心、上开放，我感觉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啦。逐工咧画这讲反中国，但是看这个中国的影视嘛是一大堆人啦有影。所以咱要继续来看讲国际社会已经亲像美国还是讲印度这款部分啊咱即阵要来讲到啥？澳洲同款嘛是要封锁掉这个 TikTok 啦咱看到澳洲即阵联邦政府当地咧密切关心到抖音咱都头拄讲到这个 TikTok 这部分，就要看讲这个情报是毋是抖音已经构成讲安全性的这个威胁啦所以咱头拄也嘛讲到，第一个封杀 TikTok， 咱看到伫咧印度发甲上大声啦咱头拄也讲到，全球拢有这个反中这张牌进前咱嘛讲过就是中印边境时阵即阵咱嘛看到讲台印过去咱嘛有话讲可能外交上嘛有一寡突破，咱敢有看到这个突破性咧？咱继续来请副秘书长啦咱 TikTok 这个代志其实内底有足侪媒介的其实伫 TikTok 内底咱一般人无法度看到的是安怎讲因为比如讲我之前伫 TikTok 有看到咱台湾的赖进波警政署伊其实有啥物署长办公室，伊 TikTok 有一个账号，结果伊就宣传台湾的迄警察的治安做得偌好，结果佢封杀掉结果迄个账号就无去是，然后过来去看到，比如讲伊有宣传性的，伊这内底就甲足侪中国的软体是共款，足侪像微博这个WeChat的，你内底会用讲啥，袂用讲啥。伊来决定，毋是你家己决定。是，是安伊之前就传讲，伊要去买美国的迄个推特，是，结果若推特买落，毋着川普无法度当推特发言伊刚刚拢骂中国嘛。是，所以即个严重性就是讲伊毋是伊迄个软体的严重性，是内底有人咧控制的严重性。OK，迄是上严重所以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其实都会发现到即个问题。所以想要禁止伊用不只是
TikTok，还佫有快手，还佫有一寡有诶无诶，中国大陆一寡 APP 诶，足多诶啦，百几种诶，其实我有在看百几种，啊，这其实内底拢有人咧管理，拢有人咧监视，吼，啊，这是上重要诶，啊，你家己本身个人诶资料伫内底都给流出去啊，有影，哦，啊，就中国大陆迄边遐都有一群人咧做这个代志。是，所以咱看到吼，真正全球拢看到即个问题啊，台湾袂当搁家己看轻啊吼。有影，咱嘛咧讲到讲吼，其实欧洲吼，过去咱嘛讲吼，即个德国也好啦吼，也是讲即个真济欧洲联盟也好，其实对中共的即个依赖性真大啦吼。所以，但是即阵全球反中牌已经拍出来，咱看到吼，即个代表真正重要，就是德国啦吼。过去咱讲 Merkel 吼，真正是甲即个中共吼徛真哇，但是伊即阵嘛看到讲啊，即个成员国欧洲联盟啦吼，伫咧人权也是讲安全科技顶吼，真正爱甲中共来做一寡比拼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即个研究员吼，即个德国即个动作，值得肯定无？当然会当肯定。OK， 因为德国、甲法国、甲英国、甲加拿大、甲美国，完全都无共款。是。伊顶个月7月，7月中，美国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即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即个 Robert O'Brien， 是，因拢去欧洲，最重要就是讲。唔惊即香港的问题 ，OK， 啊，即个华为，即个科技公司，的问题，咱知影有即个五眼五绿目睭的联盟，啊，不管是美国、澳洲、甲纽西兰、加拿大，英国是上尾一个国家，伊来承诺，来以这2027年完全将这华为为英国的一寡即个5G 的设施完全都要排除。OK， 以这年底今年年底就完全无要来采用新买一寡即华为的物件。是。所以德国伊过去甲中国经济贸易的关系，所以即个梅克尔拄着中国问题，就落冷。拢无要像其他国家共款，安尼来批判即个北京的作为。所以即个美国国务卿等于到美国以后，伊有安尼讲啊，讲有一个国家伊足失望啊，就是德国。伊无讲即德国即个名，但是最主要就是德国。OK。但是咱会当看见即个梅克尔，伊明年伊要摕落来，要落台，不管是瑞士还是即德国，拢有足侪声音。咱会当看见即个伊过去即几个月，尤其是7月，中国无管是伊香港还是其他的地区做这样子代志，都无讲有一个足大的声音，和中国安尼讲袂使安尼佮继续落去。所以伊即个咱会当看见即德国有种声音。应该是值得肯定啦，值得肯定啦吼，所以这个 Merkel 真正吼，可能有发挥这个全球的这个良心啊啦吼，真正。咱嘛来看到讲这个瑞士吼，其实嘛是看到讲中共已经吼离背吼，咱讲开放的这个道路啦吼，所以咧，这代表瑞士吼爱加强伫咧国际法吼，甲多边体系顶面吼，捍卫本国的这个利益甲价值啦吼，所以。总的来看，就是咱看到讲全球反中的这个情绪已经有过去伫咧武汉肺炎也好，还是讲吼伫咧贸易战，还是讲美国真正真怨气伊也好啦吼，真侪这个种种的这个部分吼，对台湾安怎来徛起，嘛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啦吼，教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啦，因为本来吼，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吼，拢有伊家己的利益。OK， 所以讲，伊对中国有反对吼，伊对中国吼。有这个感觉威胁吼，无一定代表讲一定爱100%爱来支持台湾。我想这是爱分开啦。OK。所以讲咱头拄仔讲这个非洲吼，这个中国伫非洲已经拍拼足久啊啦，足侪国家拢已经有中国的基地，有中国的这个投资等等吼。这个美国就感觉讲，你这中国是需要爱去甲你压制啦。所以讲对台湾来讲，咱就是爱利用这个国际上对咱较有利的形势。第二是国际上的这个趋势
爱对伊行啦，吼，袂当讲咧，即国际上大家拢对中国吼开始有即个感觉讲爱提防啦，哦，爱开始爱注意的时阵吼，咱台湾颠倒是开放啦，吼，颠倒是感觉讲吼是虾米时阵啊来，吼即啊甲伊配合安怎吼，所以伫台湾来讲吼，即对咱甲中国的关系吼，即马来讲伫贸易各方面是吼非常的接近，这是事实。但是咱一定爱有家己的啊，这个感觉，我感觉是非常重要。是啦吼，所以咱自这个台湾甲这个 Somaliland 可能吼，自这个代表处可能则较建交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讲着吼，在国际经行这个部分、经济这个部分吼，真正有需要这个外交的这个赞助，还是军事的这个赞助吼。另外，咱嘛讨论到这个全球反中牌，台湾安怎来去做一寡客气啦吼，真正爱掌握到这个时机啦吼，无这个时机阵啊过吼，真正咱可能伫台湾这个外交上更加吼，就吼这个中共来去打啦吼。所以咱今日透过这个节目啦吼，咱邀请到这个3位来宾来做伙讨论到这个美中台吼这3方的关系，甲这个 Somaliland 这个关系啦吼，真正非常感谢。